錯啊，很方便，可以讓小朋友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然後放電這樣。這邊的話教玩具很多，然後可以讓小朋友嘗試不一樣的發展，有大肢體的，也有小動作的，對啊。那其他親子館其實每一個都還不錯，都有他們的特色主題。覺得這裡就是蠻特色的，因為這邊是以那個園藝為主題嘛，那蠻多就是其他親子館沒有看到的玩具，木頭的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玩具這樣子。我想親子館呢，對我們呢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空間的意義，它其實代表着家裡面不一樣的人對於孩子之間互動的一個大的環境跟可能性。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新的一代在照顧孩子的全家投入的過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整個親子館給我們的精神就是全家，甚至阿公阿嬤、姨姨伯伯都會當台家族，咱做伙來期待囡仔在足豐富的環境內底，會當有足好的挑戰，有足好的學習，個足好。不港人甲伊鬥陣的互動。2012年的時候，其實在大港地區登革熱非常的嚴峻，那所以在這附近很多的居民就開始種所謂的香草，所以我們北區親子館其實就用在地的居民，而且香草的部分以這個自然的為主要的主軸，那再加上園藝的本身，讓孩子吸引的五感的部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而且從香草的部分也可以入自己的一個料理。我們從北區親子館的一些親子廚房的部分，也可以都做這樣的一個相關活動，都引起親子之間非常熱絡的一個熱烈的反應跟回響。所以我們在北區親子館是我們在地以園藝為特色的一個親子悠遊館。它這個活動中心的建築物哈，它很特別，就是1樓我們大合里在用的，就是辦一些公益活動啊哈，而且大型的。那2樓是日照，現在日照哈嘛是應該是講哈，咱的長照3.0嘛哈，很應付哈咱現在的需求嘛，因為都是老子化嘛。那親子館也很特別，啟發小孩子的他的那個應該啟蒙啦哈，因為他還沒開幕之前，他們都在我們樓下哈。我看在眼裡就覺得，這個親子館是真的是我們現在很迫切需要的哈，因為較早攏是一種阿嬤顧孫，因為生較少嘛哈，家長來顧這囡仔，他們一起遊戲，我是覺得這個很好。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2、1，北區親子悠遊館溫馨開幕。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哈，可以一起到我們北區大合里成立我們親子悠遊館，那也是我們全市第13處的親子悠遊館。非常謝謝我們台南市議會的議員的幫忙跟協助，讓我們的政策呢可以一直的推动下去，來成就我們青年家庭減少負擔，而且呢可以受到政府政策的這個幫忙，讓他的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空間來活動。在辦理親子悠遊館的過程，包括設計還有委辦，我們給這個昆山科大莊副校長他們的團隊來接手各個設計的項目跟課程的安排，我想是最適合我們台南市的市民。北區的大合里的這個親子悠遊館已經開幕了，歡迎我們的家長、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一起來。另外是估計歡迎收看12月18號的中港台南電影新聞。城大沙崙醫療服務加創新園區的第1期計劃，也是城大沙崙病院在正人基台正式舉行動土典禮，包括總統賴清德、教育部長加國家法定委員會主委等這些中央加地方的首長攏親自出席，共同見證台灣智慧醫療發展的重要歷史時刻。由國立成功大學甲台南市政府共同推動，沙崙醫療服務甲創新園區是國家重要的建設。
其中第一期的計劃，新台沙崙病院18號舉行動土典禮，佇個德國國小進行的固定表演，為活動來揭開序幕。現場邀請到總統賴清德親臨主持，包括中央各部會、民意代表以及市府官員、議員、甲醫學、產學界貴賓雲集。會中包括新台校長沈夢如、甲副市長趙清惠，地主時嘛攏真感謝中央甲地方的努力，才能夠促成這個醫療服務的創新園區。這個醫院大概先開發面積是4公頃。有660床，那大概它服務的不只是未來發展這個沙崙園區，而且是包括整個南關縣，甚至到北高雄，整個這些廣大民眾都會在這地方享受到大學醫院最高級的醫學中心的照顧。那這個是我們的承諾。但是今天這個醫院能夠走到動工這一步了，背後有很多人的投入跟成全。其實賴總統在這個沙崙醫院的動工為伊擔任市長開始，一直到做行政院長，到做副總統，到今麥做總統，他無一不語在我們沙崙地區所投入的各項建設。所以就第一感謝是賴總統他在擔任市長所擘畫的沙崙綠能科學城，我們才有這樣的一塊基地，一直在這邊做明日未來城的拼圖。咱今仔日上大這塊拼圖是跟與我們醫療相關的，所以這個建設其實不只是造福我們新豐地區或者是北高雄地區的民眾，它其實更對這個國家所謂醫療科技的部分種下一個非常先導的計劃跟一個樣態。這個也是我們特別期待沙崙未來可以成為這個國家明日城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李總統賴清德嘛表示，沙崙病院是新台沙崙醫療服務甲個創新園區第一期的計劃，未來將透過人工的智慧、雲端的運算甲個智慧系統，會用來提升醫療的效率，並且結合研究機構推動智慧醫療甲個再生醫療的研發，甲國際來接軌。沙崙醫院是成大沙崙醫療服務與創新園區的第1期計劃。我要特別感謝成大的努力，沈校長，還有率領團隊的努力，所規劃的沙崙園區積極因應高齡化、人口結構變遷以及公共治理數位轉型的挑戰。未來沙崙醫院完工之後，不只借由人工智慧、雲端運算以及智慧系統，優化醫療發展精準醫療，提升照護效率，來減輕醫護人員的負擔，同時更透過與研究機構的合作，來促進智慧醫療、再生醫療的研發，協助台灣醫療的發展，持續跟國際接軌。簡單講，在未來全面智慧化的時代，在醫療服務代表台灣醫療服務的未來，就是在沙崙這個園區。新台沙崙病院包括病院的主體，甲個兒童醫療中心，總層數規劃664層，醫療大樓規劃地下2層、地上多層的結構，而且病院的主體甲個兒童醫療中心是連通的體系，並且預留在此緊急收治的空間。完工以後，將大幅度來改善新豐地區甲個沙崙所在區域的醫療資源不足的現況。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市衛生局甲民間機構合作，提供精神康復者的做麵包、洗車、送公文等多元的服務，要互因先適應社會生活，才來順利就業。17號市府就佇展文市政區展示社區相關的支持服務資源，鼓勵有需求的家庭勇敢踏出復原的第一步。
以點燃希望光為主題，台南市衛生局就是要專業資源精神康復者的復原之路，讓因先透過各種手工藝品的訓練，以及每下麵包店、洗車、清潔等多元的資源，一步一步走入就業市場。17號，市長委託甲衛生局長李翠鳳等貴賓，對來展現康復者的作品，嘛以特加球的團隊合作來凸顯康復者的復原路上並無孤單，鼓勵有需要的家庭一定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在設計更多樣化、更多元的工作方式，能夠讓他很快的能夠銜接進來社會哈。那我覺得其實這部分我們都很期待。那未來也剛剛音樂很療癒嘛，我們也可以考量，這個有一些音樂天賦的朋友們，也可以進入一些這音樂工作的方面，一方面可以讓他更療癒，一方面可以發揮他的所長，而且這個工作是社會上真的很需要的哈。現場透過吉他演奏，其實嘛是要像市長所講的，傳達精神康復者透過音樂方面的訓練，有一定的療癒效果，甚至有機會發揮所長。未來市府將持續甲民間機構合作，讓精神康復者會當自力展開新的生活。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為了打造台南成為國際觀光城市，市府觀光旅遊局特別頒發性別優先旅館認證、民宿經營公約以及錄影場的標示牌等等，同時表揚相關的業者共同為安全加友善的環境來努力。市府觀光旅遊局因應市場對着多元大俗甲着戶外旅遊的需求，推動性別友善的旅宿認證。以及錄影場的標示牌，希望打造旅宿業甲着錄影場的留宿魅力。歷經首次舉辦性別友善旅宿的認證，總共有36間旅宿業者通過認證。離完成錄影場設置登記的有13間。由着副市長葉鐵山代表市長來頒發認證甲着標示牌。今天這一個認證的頒證，其實是台南在觀光旅遊產業上。新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一個是包括我們的所謂的性別友善的旅宿的這個認證的部分。那我知道這個認證其實觀旅局非常的用心進行了，我看大概有2年的時間從輔導課程到真正的整個認證的過程當中，那我知道有一些參與的一些學者專家都跟我說，哇。台南市這一次的認證是最為嚴謹的，所以我想要獲得這樣子的認證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過在一個國際世界的一個潮流，對於所謂的多元性別的認同上，其實是一個國際的觀光旅遊城市非常重要的一個表徵。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露營的一個所謂的標示牌的一個取得。那我想這個是台灣第一個所以林理事長之前我記得我們在長榮大學遇到的時候，他就有跟我提到說，他們希望有一個比較有制度性的一個規劃，那也可以讓目前大家對於所謂的合法的露營區有一個讓民眾很容易識別的一種方式。那我想今天終於走出了這一大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市府透過公私協力，結合台南市民俗文化發展協會、旅館業商業同業公會，甲着台南市錄影協會等全力來支持，希望滿足各族群的大俗需求，共同打造安全、尊重而且個友善多元的旅遊環境。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文化部歡迎台南市美術館二館作為台南國家美術館，今年3月嘛掛牌成立籌備處。不過因為市府每年有完編列8000萬的預算補助，嘛引發議員蔡友輝強烈批評是喪權辱世，要求賣承諾合約來保護咱台南市的財產。
對此，副市長葉鐵山強調，南美館離館搬營中央成為國家級的美術館，是國家資源的投入，會當減輕地方財政的負擔。將來嘛有濟國寶級的作品將組織來台南。恁安定安別個財產攏全部中央，咱出較濟錢，土地咱的，這個上錢入國的經費。文化局每年編列預算，補助中央接手的台南市美術館離館8000萬，未少議員攏感覺無合理，議員蔡耀輝更是頭白被報條抗議。啊，剛剛攏收去，聽着就攏收去，所以我7600萬，我主張吼，賣無同意。好的收走，歹的留予市府。南美館離館去年各項收入5000多萬，無上半應予中央了後，文化局的預算只會當省2000多萬。台南市副市長葉鐵山率文化局南美館團隊，同時邀請台南國家美術館籌備處共同對外說明。目前我們籌備處就編了1億4600萬的年度預算，原本南美館2館的這些，甚至於是包含1館的收入，算一算，包含從停車場或是委外的單位的權利金，或者是門票等等，這些大概差不多4000多萬左右。那如果我們的預算是，我們從1億4600萬來看，減掉這4000萬，事實上其實還有1億是增加。文化局數據顯示，移撥了後，雖然減少停車場甲場租收入，甲正常的營運相比，大幅下降大約35%，大約是減少4600萬。也毋過過去由市府承擔的固定成本，親像是水電1900萬，保全清潔甲設備維護大約2380萬，未來攏是由中央來承擔。升格改制為國家級的美術館，一來減少市政府的一個支出，二來也可引進國家比較豐富的一個資源。台南美術館的一個定位，它絕對不是只僅限於一個館的一個思考，而是我們在思考的是一個文化城市，怎麼來思考它全面的一個想法。國家美術館設置在台南，將有更加多國寶級作品以及國家級文化資源挹注。南美館1館將串聯江邊歷史空間，發展城市美術館計劃，每年嘛將共同推出優惠年票，對目前200塊調整到160塊。台南市民票價嘛對100塊降到80塊。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持續推動食在地小食材、愛地球的行動，鼓勵學校選用在地優質的食材，比如講台南之光、台灣雕。對此，市長吳惠婷嘛特別前往中學國小，甲學生做伙食飯，同時聽學校甲營養師紹介台灣雕的營養甲產地故事。會中講到佇學校的共同努力，全市營養午餐的廚餘已經累積減量18.8%，遠遠超過這學期的目標。午餐時間到，學生排隊吃飯。中學國小這天是食台灣雕，市長黃偉體特別前往，甲學生做伙品嘗豐盛的營養午餐。煮燒台灣雕好不好吃？聽學校營養師介紹台灣雕食材，嘛甲學生進行互動。台南市有着多元的農漁產業，市府長期以食在地、學在地、小食材、愛鄉土推動食農教育，互恆午餐制度優勢嘛加大。我們的中央廚房兼顧營養、衛生，而且價格便宜，因為是我們自己做的，所以大家知道，有時候爸爸媽媽都會講說自己在家裡煮比較便宜，去外面餐廳還要讓人家賺一手，所以我們用中央廚房的方式大
校帶小校，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吃到既健康、營養、衛生，好又便宜的 CP 值最高的營養午餐。市長柯偉綽唔但強調 CP 值高，未來嘛會持續提升菜色品質，選用本地食材，深化小食教育，供餐的量隨時調整，降低學生供餐的駐席量。減了18.5%了，哈，那所以說因為這個大家營養午餐好吃，當然吃的比較多；營養午餐不好吃，吃的比較少。所以我們既好吃又可以廚餘減量。你看今天是台灣雕這麼好吃，對啊，全部都吃光光了。那當然小朋友吃光光比較厲害，大人吃光光不算什麼。好，我要把它吃掉了。好吃。中學國小菜單兼顧營養甲家團教育，佇家長會甲學校共同努力之下，已經做到3天吃水果、2天零谷零的營養規劃，成為校園營養午餐的標杆學校。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迎接聖誕節，為了搶龐大的商機，各飯店業者攏精心布置，並推出相關的餐飲加優惠。為佇安平的飯店嘛推出聖誕限定的餐點，以天主教意大利家庭佇平安暝所響應的傳統盛宴作為靈感，推出南部地區較難得品嘗的意大利料理，嘛象徵祝福甲豐盛。迎接聖誕節，各家飯店業者都精心布置，也要提供民眾吃一頓豐盛的聖誕大餐。其中以天主教意大利家庭在平安夜的傳統盛宴為靈感，所推出3道不同風味的海鮮料理，也象徵節慶的祝福和豐盛。這是台南安平雅樂軒酒店的聖誕餐呢，其實源自於南部意大利的沿海地區，他們的天主教傳統的。傳統就叫做七魚宴，他們在平安夜的時候呢是不吃肉類的，他們就吃海鮮為主，象徵一種節制跟重生豐盛的意念。那我們這次就是推出了3款的海鮮的料理，然後跟這個傳統致敬。那再來就是我們也有融合本土在地的食材，能夠一起搭配，東西交融。趁着聖誕節，一家人聚集品嘗應景的節慶特色佳肴，特別還是有入選萬豪國際集團人氣王的意式料理——蔥香火燒蝦乾起司餃，更是結合主廚中西食材交織的創意，值得民眾把握12月28號前來細細品味。記者郭恩吉台南報道。為提供地方完善的休閒設施，基隆太白里的籃球場甲兒童遊戲場，佇政府甲民間的通力合作，嘛正式落成啟用。其中賈公牛嘛親自出席啟用典禮，在地民眾攏踴躍出席來見證，相當歡喜。感覺哦，對吧？這個是那個，還有這個是這個可以用，好像是說抓背了，這個可以，對了，抓背了，抓背哦，對，背癢這個可以用。太白里的居民都相當肯定，由市府與台電協力完成的這個籃球場與遊戲場，可以讓老中青3代都有一個非常好的運動休憩場所。這邊開放了，很方便，我帶孫子就不用很麻煩，還要孫子指定要去哪裡哪裡來，本來都到水河發電廠那邊也有啊，所以這裡給我們村莊，給我們附近的仙洞山裡很方便，然後傍晚上來的時候，小朋友帶上來。都很方便，真的要感謝市長的那個成績做得很好，真的。啊，無大概來都無通算一下就走啊。近了。對啊，帶小朋友來又沒什麼東西可以玩啊。我們都3代同堂啊，我都跟我孫子他們來這邊抓寶啊，看天氣啊，放風箏都可以啊。哎呀，所以現在改這樣子比較可以吸引對啊，對更多人，對更多人來。主要是小朋友的地方玩。現在都是親子啊，沒有可以玩的，一下子就走了。為什麼我們以籃球場為主軸？是因為一些年輕人他們都是在外縣市打拼哦，然後假日回來陪家人跟小孩子那個作樂哦。那因為那個年輕人回來，他可能有一點時間可以自己遊樂，所以說把那個籃球場為重心，就是因為他們希望他們常常回來，那有一個遊戲的地方，然後一個同樂跟同輩的同樂在這裡玩，然後帶着
媽媽、長輩跟幼兒來這裡上面做一個親子遊戲。3、2、1，請用餐。啟用典禮現場貴賓雲集，包括市長謝國樑、市議員宋偉立、施偉正以及社區民眾，還有參與建設的台電團隊，都一起共襄盛舉，支持在地建設。那這個是市府很關注，而且投入一定經費的一個設施，終於完成，很開心。那也要特別感謝台灣電力公司，其實在這個案子也出了不少力，那能夠促成這個環境，所以我相信一定可以在這個地方上，我們跟台電攜手合作，做更多的電纜地下化，然後豐富地方的更多元素，然後呢，也希望帶動太白里以及白米甕炮台這個地方的一個觀光休閒跟長輩活動一個空間。對，我們覺得非常的開心，今天在這個太白里的這個籃球場跟兒童遊戲場能夠啟用哦，確實今天這樣看起來有達到當初大家想要達到的這個目標，就是讓大家耳目一新，可以讓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出很好的一個遊戲的空間。它的缘由是因為在前年的時候，這個里長有跟我提到說，這邊的遊戲場啊，整個都已經應該要汰舊換新了，就跟我講。後來當時我就問說，經費我這邊可能不足，沒有，那我就帶着他一起去找市長。然後把整個藍圖跟市長也做了報告，那市長一口就答應了，就說非常好，非常好哈。地方的尤其讓這邊有一個兒童遊戲場，然後還有籃球場等多元化的一個場域啊，讓大家來享用，覺得蠻不錯的。那我最感謝就是這兩個單位啊，就是那個台灣電力公司跟基隆市政府的謝市長，跟我們這個台電的鄭副總跟那個盧處長哦，在協調的當中哦，因為經費的關係哦，也不好爭取到。那這一座是我們基隆市第一座那個台電協和哦，這邊爭取最大的那個經費資源。那在這個協辦當中，兩個單位不斷的向上爭取，然後由宋議員、宋議座跟市長川中居中協調吼，也爭取最後的一筆機會。那市長也大力願意支持，說一口就答應說，這裡的經費不足，只要設計出來的經費不足的話，台電經費以外全力支持、全力配合。而在啟用典禮中，市長謝國樑也特別提到台電的4接計劃，重點就是民眾的安全為優先考量。與會的台電高層也表示，完全理解在地的想法，會根據市長的要求加強在地溝通。安全及減災會議邀請了很多安全、消防以及相關的專家都與會，大家其實有很多的意見跟想法，所以下一次在開會的時候，我們會邀請台電共同的來參加這個安全及減災會議，務必就是說從規劃期、施工期我們都要了解到專家對於這個未來的更新他們的看法跟措施。就像我多次講的，沒有安全就沒有電廠，所以我們一定會把這個部分要做到最嚴格的把關，一定要做嚴格的把關，才會考慮後續的每一步。所有的電力供應一定是要先考慮到地方的安全，不只是地方的安全，電廠的安全。所以地方整個基隆市的安全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事情，這也是市長不斷的指示的事項，我們一定會做到。那當然，這個為了要做更新改建的目標，就是要穩定供電，所以在穩定供電也是我們這個更新改建最重要的一個目的之一。那在這個電廠的建設的過程中，其實我們不要講電廠建設了，過去協和電廠在這邊長長久久的情況下，已經在跟地方做了非常多的互動跟共存共榮。我們相信在未來的這個4接以及協和的更新改建計劃的過程中，我們也會秉持這樣的精神，持續跟地方來做互動，好好的跟地方來共存共榮。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感謝收看在2月18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
你聽過指叉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叉確認。